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教養研究者黑帶媽媽美斯。仔女面對未來世界必備嘅能力第10集，玩住嚟學習嘅能力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角色扮演呢一個遊戲。呢一個咧係一個性價比最高嘅遊戲，小朋友可以學到最多嘅嘢，而且父母咧仲可以玩住嚟教仔添。你可能喺一般嘅書籍會睇到一個詞語啊，叫做扮家家酒啊，其實即是話咧係角色扮演。喺香港地道啲嘅講法咧，即係話煮飯仔咁解咯。幾個小朋友或者甚至乎爹哋媽咪啦，咁會扮演一個家庭裡面嘅成員，譬如爸爸媽媽、小朋友、寵物等等，或者係啲生活上面嘅角色，譬如醫生、護士、售貨員。喺角色扮演遊戲裡面咧，我哋會用一啲簡單嘅工具，甚至乎有時係唔用工具啦，去到模仿咧屋企人日常生活嘅活動啊，或者係嗰個職業成日會做嘅一啲動作咁樣嘅，例如煮飯啊、湊仔啊、結婚啊、做售貨員嘅時候會執貨啊、收錢等等呢啲動作。發展心理學權威維高斯基，佢有心理學界莫扎特之稱。佢將煮飯仔角色扮演呢個遊戲咧定義為一種促進認知能力、情感發展、社會能力高度發展嘅遊戲。即係如果小朋友玩煮飯仔嘅遊戲，可以透過扮演唔同嘅角色，培養到以下嘅一啲能力嘅。首先第一樣嘢，語言嘅能力、認知理解嘅能力；第二，專注力、記憶力；第三，自我肯定同埋自信心；第四，社交能力同埋同理心。因為咧喺遊戲嘅期間啊，小朋友要自己諗對白啦，咁樣可以訓練佢哋嘅計劃能力同埋創造力。同時佢哋要分配角色、調節個劇情當中咧個過程會刺激個大腦思考，令到佢溝通能力啦、調性啦同埋自制力咧都係一齊進步噶。美國嘅語言學家咧更加發現啊，成日玩煮飯仔嘅小朋友咧1年之後嘅語言能力會有明顯嘅提升。咁點樣令到小朋友玩煮飯仔角色扮演呢個遊戲嘅時候玩得更加開心、更加投入，學到最多嘅嘢呢？呢個頻道會分享湊仔教養嘅方法。喺呢一個 AI 嘅年代要點樣教仔？如果你都係父母，想知道點樣可以幫小朋友贏喺起跑線，獲得成功、快樂、充實嘅人生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。要玩好角色扮演呢個遊戲呢，下面幾個步驟父母可以參考下嘅。首先第一個步驟，準備小道具同埋空間。我哋可以咧預先準備一啲簡單嘅道具啊，譬如係玩具廚具啦，或者係醫生套裝呢啲等等嘅。我哋要俾小朋友咧自由扮演佢哋想扮演嘅角色啊，譬如佢哋可以扮媽咪啦、醫生啦、店員等等呢啲角色嘅。咁樣咧能夠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進入呢個遊戲世界裏面啊。隨住小朋友年紀嘅增長咧，可以俾啲紙盒啊、布啊、麻繩啊、繩啊等等呢啲材料佢，俾佢哋自己動手咧去整一啲道具出嚟，咁樣仲可以培養埋佢哋嘅創造力添。第二步，大人一齊徹底融入啊！陪小朋友玩角色扮演嘅家長呢，如果能夠投入佢嘅角色啊，小朋友會玩得更加盡興噶。譬如啦，扮食飯嘅時候呢，大人可以先扮自己喺度食緊嘢，然後呢就可以咁講嘅：接住落嚟到子俊你食啦，或者子俊我請你食呢個啊，引導小朋友模仿大人嘅動作。開始嘅時候呢，可能大人需要協助小朋友進入個情景啊，即係幫佢入戲啊要。玩醫生遊戲嘅時候呢，你扮病人；玩商店遊戲嘅時候呢，你扮嗰個客人。大人做配角，由小朋友主導劇情嘅發展呢，佢哋就會更加願意去表達，會講多啲嘢，講多啲詞彙㗎。第三步，唔好抹殺小朋友嘅想像力啊！小朋友咧嘅世界觀同大人好唔一樣嘅，我哋唔需要時時刻刻都糾正佢嘅世界觀㗎，我哋可以尊重佢嘅幻想。點樣唔好抹殺佢嘅想像力呢？譬如啦，當你哋玩緊遊戲嘅時候，爹哋媽咪你哋要提前離開，譬如做家務、煮飯咁樣啦，你唔玩呢個遊戲啦，咁我哋都唔好即係破壞佢嘅世界觀，即係唔好掃佢興啊，唔好直接話媽咪要煮飯啦，今日我哋玩到呢度啦。我哋可以咁樣講，我而家要出去一陣啦，你同啲朋友繼續煮飯啦，嗰啲朋友即係佢哋公仔啊，或者啦，我漏咗個銀包喺屋企啊，要翻屋企攞咗先，咁你哋食住嘢先啦。咁樣咧，媽咪爹哋咧就唔會打斷佢嘅專注力，咁佢哋會繼續玩得好開心。
第4步，鼓勵小朋友觀察日常生活。小朋友咧會將日常生活嘅所見所聞啦，或者佢嘅真實經驗咧放咗入去煮飯仔呢一個角色扮演遊戲裡面嘅。例如啦，如果小朋友去完診所翻嚟屋企，佢可能會模仿醫生攞個聽筒嘅時候嘅動作同埋姿勢。去完超級市場啦，佢會學呢個店員點樣去執貨啊、收錢啊嘅動作。家長咧可以透過同小朋友傾偈啦，引導佢哋留意啲細節，培養佢哋嘅觀察力。學習對於小朋友嚟講好重要。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一啲專家講啊？小朋友其實最大嘅責任咧就係玩，通過玩咧佢哋先至會投入，咁樣先至學得識嘢㗎。所以各位父母，你哋真係要識得玩啊！同小朋友玩最緊要係投入。其實好多時候咧，我覺得湊仔咧就好似你拍拖咁樣啊，你要尊重你嘅另一半啦，俾時間佢啦，聽佢講嘢啦，呢啲係咪就好似我哋湊仔要做嘅嘢呢？今日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各位爸爸媽媽加油！我係黑帶媽媽美斯。